哦，摄影机呢，超级的。哦，这么早就已经很多人来做了。哦，你看这个是，哦，就是要放投影来是要放礼炮的啊，那么大那么大的管子啊。Nanning International Folklore Festival， 南宁国际民俗艺术节。嗯，哦吼，超大投影机，嗨嗨，我们会有那个即时表演哦。啊，还没5点就已经这么多人了。嗯，哦，哦，哎，哎，还在练舞哦。嗯。